新德县农会伫咧今仔日以食农教育做主题，现场除了互民众体验济款的食农活动以外，佮结合县内11个乡镇市农会，展出农业家政班地方知识推广成果，希望用趣味佮活泼的活动做伙来教大家重视食农教育。那大家可以先把它装个9分满，我们等一下用那个土来种草莓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开始行动。带民众做伙来种气泡。 把菜剥开，我会给你1包盐。佮利用尖椒种出来各类菜，教大家安怎做出好食的泡菜。各种的食农教育活动，吸引不少家长专工带囡仔来体验。我女儿很喜欢做手作，然后这次又有一些农作相关的体验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所以今天想带小朋友来玩。农民很辛苦，然后大家都要那个用多少吃多少。然后平常之前会带小朋友去参加一些种东西啊的一些活动，所以就是让小朋友认识农夫的辛苦。新德县农会拜六以食农教育做主题，现场除了展出各农会家政班的学习成果，还有多元体验活动，希望让囡仔自细汉就知影农民的辛苦，培养珍惜实在的好习惯。也有我们很多的食农教育，让小朋友呢可以从小就学习，从做中学，然后更而增加我们对食物的珍惜。农会指出，透过活动，除了让更较侪人认同支持在地农业，嘛希望培养大家平常时经营饮食的观念，做伙来了解食农教育的重要性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